10點鐘啦，我哋咧就講今日關於波浪理論咧嘅啲知識啦。咁波浪理論咧，其實係我喺周期理論裏邊咧最熟嘅一個周期理論嚟嘅。我係差唔多用咗佢10年噶啦，用咗佢10年。咁我可以用一個叫過來人或者一個實踐者派嘅人咧去講下，究竟波浪理論點解佢到呢一刻都咁受人尊重咧？亦都同一時候佢受好大量嘅攻擊，好大量嘅攻擊，話佢冇用咧。究竟點解咧？係原本創立呢個人有問題啊，本身個理論有問題啊，定係使用者佢哋有問題咧？係啦，咁今日咧就會用大概15分鐘嘅時間咧講呢樣嘢。好啦，咁咧我又喺個圖書館度同大家做直播啦。有排講嘅呢度，我真係可以講200集以上。今日咧講呢本係啦，之前我哋講咗 Charles 嘅 Dow Theory 啦，道氏理論啦，亦都講咗 Richard Wyckoff 嘅以機構行為角度去解釋嘅周期理論啦。今日咧我哋講 Elliott 嘅一個波浪理論。咁呢條友咧就係 Elliott 啦，佢係有頭髮嘅，因為佢好早死，係啦，都唔係好早嘅，算係長命嘅啦，喺嗰個年代。佢幾時開始創立波浪理論嘅咧？其實係因為佢1920年，即係佢死之前嗰20零年嘅時候咧，佢病，佢做唔到嘢啦，所以咧佢就養病嘅時候咧冇嘢做，就喺度睇股市，然後佢就創立咗呢個叫做 Elliott 嘅波浪理論。嗱，佢咧嘅著作咧其實係得呢一本嘅啫，呢一本咧嗰個作者唔係作者嚟嘅，佢係一個整合者，即係話佢將 Elliott 呢一世人寫過關於波浪理論嘅嘢咧嘅原文咧，佢留低咗啫，係啦，然之後幫你整合咯。大概有一本兩，亦都有2本書啦，佢出咗，其他嗰啲就係 article 啦。而咧 Elliott 自己咧亦都話佢唔係創立波浪理論嘅人。應該咁樣講，佢係一個發現者，佢係 discoverer，佢唔係 founder，唔係佢將波浪理論咧變成喺呢個世界出現，而係佢發現咗一個規律，佢用波浪去解釋呢個規律啫。咁佢裏邊講咩咧？波浪理論咧就唔同之前 Richard Wyckoff 啊嗰啲嘢，佢其實係來自道氏理論嘅，來自道個核心原理係來自道氏理論。如果你冇忘記，道氏理論係講一個趨勢係有大中短期嘅趨勢，短中長期嘅趨勢，而佢哋3個趨勢係同一時間出現，但係佢從來冇講過究竟浪與浪之間、大中小期趨勢之間佢哋嘅關係喺邊度？道氏理論係完全冇 cover 過呢件事。咁所以令到道氏理論咧係唔能夠令你做任何嘅買賣決定嘅。咁 Elliott 咧就係睇完道氏理論之後，佢想修正佢一啲嘢，而佢同一時間喺個市場裏邊，佢發現多咗一啲嘢。咁所以佢就創立咗波浪理論。最主要咧就先講個結構啊，就係講牛市嘅時候咧，通常係5浪向上嘅，升跌升跌升向上；而熊市嘅時候咧就係跌升跌3浪向下嘅。呢個佢第一個發現嘅嘢，就佢相對於道氏理論，單純嚟講短中長期趨勢同一時間出現以外，就話俾你聽，究竟嗰啲短中長期趨勢裏邊，佢哋之間嘅一啲結構上嘅一啲特徵，咁係 Elliott 第一個提出嘅。而更勁嘅係咩咧？當時係1930幾年嘅啫，1939咁上下嘅啫。Elliott 竟然係第一個人咧，嘗試將瑞型 factual 浪中有浪呢個概念，第一個人將一個自然界嘅一個規律放入嚟去投機界、交易界嘅人。佢話俾你聽，短、中、長期趨勢，呢度有長期趨勢啦，上面呢個最大一個啦，中期趨勢啦，即係呢一嚿嘢咁嘅叫升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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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嘛，呢一個叫中期趨勢啦，而仲有一個細嘅趨勢，佢哋三者之間 overlap 咧係有啲位置嘅，譬如呢一點啦，係即係呢一點係 overlap 嘅，係啦。又譬如呢一點啦，呢兩點啦，下面係 overlap 嘅。佢係第一個人講呢件事，
而佢認為波浪理論存在並唔係因為機構行為，並唔係因為有人去刻意地造成，而係一個自然嘅規律。自然嘅規律同一個貝殼點解咁靚係一樣。佢叫自己本書 Natural Law: 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， 即係話佢認為呢股市嘅波動並唔係因為有某一啲人可以操控，而係自然地會發生。另一個可能性嘅原因咧就係話佢自己講係話好有可能係成個 mass 嘅集體心理變化，係啦。咁佢就係好先驅嘅人去講，而到而家咧都冇幾多推進嘅啦。即係 after 佢講浪中有浪呢樣嘢之後咧，點樣用一啲自然嘅規律咩 harmony 嘅嘢咧，去喺 apply 喺股市身上咧？喺佢之後呢80幾年間都再冇啲乜嘢推進嘅，暫時咧係接近人類認知嘅邊界嚟。即係話你睇通透呢樣嘢之後，你任何 on top 加上去嘅嘢，如果係真係有用嘅話，你會成為成個人類認知最多嘅人，你係最具優勢嘅人。另外咧，你知唔知 Fibonacci 我哋喺度拉緊嗰啲618啊呢啲咧係幾時嚟嘅？係邊個人第一個將佢 introduce 將佢推入嚟交易界？係 Elliott， 係 Elliott。當時佢並冇計算呢個0.618、0.786俾你，佢淨係放咗 Fibonacci 個 series， 即係1、2啦。第三個咧就係1加2啦，等於3啦。第四個咧就係2加3等於5啦。第五個咧就係3加5等於8啦。之後就係5加8等於13，8加13等於21，個數列就係咁嚟嘅，係啦。即係如果你小學或者中三之前咧，你係正常地學數學嘅話咧，你應該見過呢個數列嘅，係啦。呢個數列咧出現咗幾百年㗎啦，好似16幾年嘅時候咧已經有人知㗎啦。而佢係第一個將呢樣嘢 introduce 入嚟交易界，而係到呢一刻都仲 work 緊嘅。好啦，咁啊俾咗個 introduction 嚟啦，呢個就係Elliott 啦，係啦。有啲人覺得佢係冇乜用嘅，而喺我眼中咧就係用嘅人冇乜用，而唔係佢冇乜用，因為佢從來喺成本書裏面呢本嘢400頁，我手上嘅一本，佢從來冇講過呢個波浪理論可以直接攞嚟預測股市去做買賣決定，從來都冇講過。但係後人就覺得佢可以，佢單純自己覺得佢可以，所以佢用。喺我眼中，波浪理論只係幫你去知道而家個價格處於周期乜嘢嘅位置，究竟我哋而家個股市處於牛市定係熊市？如果係牛市，我哋喺1浪、3浪定5浪？熊市嘅話係喺第一個跌浪定係第二個跌浪？佢可以話到俾你聽呢件事之後，你係要睇住唔同嘅周期去用唔同嘅策略。舉個例，如果你發現而家係牛市，可能係牛市嘅尾段最燦爛、最瘋狂嗰一段，你估下你會用咩策略最賺錢？梗係突破策略啦，係嘛？或者啲順勢嘅策略啦，買升嘅策略啦，係嘛？咁你用咩工具最賺錢？咁梗係 long call 期權最賺錢啦，係嘛？Elliott 佢呢個理論係話俾你聽，而家嗰個股市或者係嗰個資產，佢處於周期乜嘢嘅位置？然後你唔係用預測去賺錢，你係要諗呢一個階段乜嘢嘅交易策略最賺錢，係啦。如果你攞嚟做預測嘅話咧，我諗呢班人咧，佢哋呢一世都用唔透波浪理論。咁啊，今日咧關於波浪理論嘅分享咧，就去到呢度先啦。我係可以講一個咧超過3個鐘，淨係波浪理論更深入嘅。咁但係我就應該係喺會員區度講，就唔係咁 publicly 去講，因為呢個係超越10年嘅經驗，而我覺得我有一部分嘅知識係喺人類認知邊界，即係 after 我研究咗120幾年技術分析嘅歷史之後，我知道呢一刻暫時冇人出 paper 去有我而家手上嘅知識，係啦，咁所以我就會留翻俾自己用，或者係我會唔會 publicly 咁講。不過咧喺最後 summary 咧就係，我覺得波浪理論係所有周期理論裏面最有用嘅一個，最有用嘅一個，係啦，亦都係最先頭、最破格嘅一個。
你有冇諗過股市嘅波動係因為自然規律，因為宇宙法則，而唔係因為某一啲誒即係機構所謂嘅大戶去造成嘅嘢？係啦。咁啊，再聽日咧，其實我哋都仲可以講其他周期理論嘅，仲有好多，例如 Stan Weinstein 啦，例如 Jean Paul 啊，例如科斯托蘭尼嘅雞蛋理論啦，仲有好多好多。咁我哋每日都學一啲，每日都學一啲，咁慢慢令到咧，你比市場大部分嘅人都有優勢。